是真无简单，才看会到，来看到集集山鸟拔画图列车总算已经正式开始启用。因为8月底这架列车公开时，设计甲亲像花霸同款，另外还有版权的问题引起争议。花霸图的原创者也就是俄罗斯的插图画图家卡加。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画3张山鸟拔的图送予咱台湾，互人俄罗讲伊真拍手，邀请伊来到台湾参加18号的通车仪式。有咱台湾，也有俄罗斯版的山鸟拔的图出现伫列车内底，代表讲这代志有一个圆满的收煞。显目的黄色车厢，豆豆驶入去集集的火车头，斟酌甲看，车厢顶悬画甲活嫩嫩的这个山鸟麻，伊的耳仔顶悬乌底白斑，搁来斗这个山棕色的乌花仔点，画甲足清真的。这帮山鸟麻的彩绘列车，18这天总算正式通车了。我觉得很可爱，对，很可爱。이렇게 지하철을 본 적이 없어서 여기 오니까 되게 색다르고 구경거리나 잘 될 것 같아서 좋아요. 民众真欢喜来坐这个彩绘列车，举目甲看去，车厢的地板画真侪集集的特产山椒啊，伫个4块链顶搁米真侪这个古水的山鸟麻，而且搁有分做台湾版的甲俄罗斯版的。因为这边特别邀请台籍女美的设计师江明子来设计，要来甲这个集集支线甲打造做会耍叮当的美术馆。虽然讲8月列车拄出来时阵，因为山鸟麻的插图画甲亲像花霸同款，另外阁有版权的问题引起争议。不过，苏当时原创作者俄罗斯的插画家卡加，伊知影了后，特别来画3张的山鸟麻，甲送予台湾，互这个彩绘列车展现更较侪的这个风采。他说他很高兴，说他的插画能够得到台湾民众的喜欢哈，然后他希望这个是未来能够有助于这两边的那个发展关系的发展。卡加阿萨利甲这个山鸟麻的插图，甲送予台湾，安尼嘛，互彩绘列车的争议圆满顺势来落幕。也若这个集集支线嘛，正做2022年铁道观光旅游年，成功来甲拍头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